ご愛聽は Minipity Grande Sponsor 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屯門畫室。今日教嘅係花嘅水彩技巧1，其他集數咧會見上嘅。睇下用咩先 ？Hobin 嘅 Artist Watercolor 18色裝，加埋 Hobin 嘅 Mini Resable 嘅圓頭筆，最 basic 噶啦，1支2號，1支6號。Hobin 嘅 Masking Ink 一啲水彩劑構型，會教大家點用噶啦。美國 Beam Paper 300 gram 全 cotton 水彩紙。加水漸淡色。首先，第一筆畫嗰個花瓣先，第二筆淨係水冇顏色，將頭先顏色沖開，有濃淡變化，非常自然。兩色互染啊！落咗一隻綠色先，畫咗一個樹葉嘅外形。攞一隻深啲嘅綠色。趁第一隻顏色未乾嘅時候咧，撈埋佢就會兩個漸變色噶啦。清水畫形後加色，用清水畫咗一個樹葉嘅外形先，跟住落一啲綠色落去，喺頭先濕嘅位置佢自己化開。嗱，更加模糊嘅一個感覺會，顏色留下朦朧效果。整高張紙，畫咗第一個layer 嘅色先，攞個黃色去做，喺中間再加啲綠色，等佢自己流啊啲顏色，倒流自然融合，同頭先差唔多嘅，亦都係斜斜呢張紙，畫咗一個花瓣外形，要濕少少㗎嚇，跟住落第二隻色，調轉佢，等啲顏色喺度轉嚟轉去，自己撈，有唔同嘅效果。今日到此為止，多謝大家收睇。中意條片嘅朋友咧，唔該幫我 like 佢、share 佢，同埋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。我教嘅油畫班、水彩班、素描班嘅資訊，同埋有關健美術用品嘅詳細資訊咧，都下邊 YouTube 嘅基本資訊欄度咧，你揾到啲 link 嘅，咁你撳個 link 落去咧就可以睇到噶啦。唔該晒，下次見，拜拜。